嘎子大半年，一到收罪中心来着。听说埃个地方设置一列栏杆，进去逛一圈，再个穿越到几十年之前的收罪。奇怪的是，还没落包的，翻起过去进去看看，不像雨哇！ 就是下去之后再上去，然后往左边走。甚至半日，讲起龙井上名字及城市设施，现在是一下去，上去的路属于那矮门前，电梯上来着，右转弯、左转弯，还是一直走，看样子应该辣埃个地方。哦哟，万山海外高头一间，一寻个地方，中山丹子。 撇对面一个百货，我当子一坐健康码的随意帽，后子简直衣架镂针，开业大吉。谁是不晓得里向个么子阿大毛啊？家主要70、80年代的水泥路，但有点像个，偏面还有一只40年之前的奢侈品。些辰光我侪是辣埃个上头打乒乓球，而且现在搿只台子为了烂地方，南头之里一转弯，一部年不称的永久包，两只了满个启蒙来斯来着。 满水过后还先嘎嘎嘎打到灵岩山、天平山，后来2只了满变4只了满，青春期到加年期，我寻。如果可以回转去，我寻有打烂摊卡的大光明电影院，像得蛮像的。我23之前头一半零用铜钿，随喊脱了埃扇门里向，可惜开出门来是补金，所有的一切侪告诉我，辰光一去不复返，最后似曾相识的三件类似。 哎哟，大市上开了一个海滨浴室哇！辣海你娘分合并到伊兰厂之前，我随时辣埃个里向喝浴的，恶里恶臭的浴缸这样进下去。奇怪的是，竟然分上户口名，满汉同年青春3月，就像搿只乒乓球一样，年复一年的从罗达来到罗达去。 苏州汤头铺，河汉子吞了海。看来搿点人一家分懂素食点心的精髓。槟榔肉、葱油饼、脆豆腐干、梅花干。 答出来着，看来还要到城南头去好本事。来份炸鸡吗？我跟他人比，我对你出来比。哎呦，我咋水哈？哎呦，呛着着，可惜谁是狼的？一点鸡块太严重啊！ 不要，都太是不舍得怪。倒不来流吃来着，地浪向个还要刮刮清爽。萝卜丝饼多少钱一个？8块钱一个。虎门王糕还吃3只，搿个朋友坐了还搭了做烧酱。哎哟，还是讲泥毛毛，后腿头浪大衣裳，三马桶，眼睛看出去。 但是有点三下里的感觉，随是嘴巴吃上去，不晓得还有3辰光的味道哇！金干馒头看了非法只文化遗产的面浪向，18块洋钿买4只吃吃，汤得蛮多的。外头去拍，里向太空，怪不得一边遗产着，挨着拍豌豆，三个脚板头上烫着个开水。 旁边侪是糖醋摊头，还有2只不吃的，也挺点头皮。